李家超上任即將4週年，佢話多項經濟數字都穩步增長，係咪連任言之尚早。李家超期望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邊啲人要為宏福苑大火負責。美軍解除對伊朗嘅海上封鎖，過千萬桶石油已經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輸出。歡迎收睇7點直播室，我係袁思恒。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即將4週年，佢接受傳媒訪問話，上任以嚟多項經濟數字都穩步增長，劏房等民生問題正係按部就班解決，又話正係研究加強法律打擊圍標。李家超話，本港發展前景正面，對今年經濟增長2.5%至3.5%有信心。公屋整體輪候時間有信心出年達標，減到4.5年。宏福苑大火帶出嘅圍標問題，李家超話正係研究點樣加強法律處理，又期望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邊啲人要為大火負責，重申懲處都要公正。至於國安工作，佢認為過去4年有成績，但國安風險可以突如其來，重申唔可以好了傷疤忘了痛，有安全環境先至有好嘅發展。先由何婉儀講下李家超點睇佢上任4年嘅政績。行政長官李家超回顧過去4年工作，列舉多項政績，包括累積10幾年嘅劣質劏房同網約車問題，正透過法律制度按部就班解決；公屋整體輪候時間下降，有信心出年達標，減到4.5年；經濟由佢上任時候嘅負增長轉為正增長，旅客同埋消費數字亦都穩步增長。勢頭呢，我哋都係向住正增長去發展嘅，而我哋現在嘅評估，我哋嘅增長係2.5%至3.5%咧，我哋係有信心嘅。我如果係建立咗好嘅運動場，俾所有運動員去運動，都有啲人硬係跑第一，有啲人咧可能跑極都未入3甲嘅。咁所以大環境政府負責嘅，但係自強咧可能都係要靠每一個運動員，即係每一個行業經營者。被問到5年規劃諮詢大篇幅提到嘅北部都會區，期望未來5年有咩成果？佢話希望多啲人投資北都。北都已經從一個土地房屋嘅項目咧發展成為4個元素嘅項目，都係對香港咧喺多方面咧係帶嚟好好嘅益處，兼且係突破嘅。第一，我哋會講產業，我哋會講科技，我哋會講大學城嘅建設。咁當然喺居住方面咧，都會建成一個宜居、宜業、宜遊嘅一個居住環境。距離政府換屆仲有1年，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訪港，向佢豎起手指公點讚，係咪對佢連任嘅祝福？佢話講呢個問題言之尚早。我又好，我嘅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係一個鼓勵啦。但係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係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亦都希望咧，我哋可以繼續以結果為目標啦，去制定多啲政策，令到市民受惠。上任4年有咩遺憾？李家超話行政長官工作量大，唔夠時間照顧同埋關心家庭。佢感謝屋企人嘅理解。有線新聞何婉儀報導。宏福苑大火帶出嘅圍標問題，李家超話積極考慮以刑事化或新法律處理。何婉儀報導。宏福苑大火再勾起社會對樓宇大維修圍標嘅關注。行政長官李家超話要先參考獨立委員會嘅建議，再向公眾交代推出邊啲系統改革或者修改法例。政府亦都正同步研究分析。咁競委會嘅權力使唔使擴大，或者刑事化方面你又點諗呢？圍標方面特別係涉及一啲貪污嘅，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剛才嚟講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會諗一啲法律上方面需要俾嘅新嘅權力。對於競爭委員會所提出嘅建議咧，我係積極考慮嘅。我亦都認同呢個方向係正確嘅。我會相信新嘅法律去處理一啲圍標或者違規嘅問題咧，
我哋仲會做一啲系統性嘅改革。李家超要求獨立委員會9個月完成報告，佢話進度同預期一致，期望報告指出邊啲人需要負責。呢屆政府就嚟換屆啦，會唔會影響嗰個追責或者問責呢？我覺得任何追究責任咧，都有一個公平公正嘅方法去追究。咁公平公正咧，第一咧就係要確保個過程要公正，確保我哋嘅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佢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李家超又話：推公務員評核制度改革只係第一步，希望公務員有意識自我改革。我哋嘅改革唔係講淨係改革被評審者，我係改革埋評審者。佢要改變佢嘅思想，即係話你唔好因為好好人。我覺得政府咧好可能咧就要解放一種叫做俾先例變成枷鎖呢一種呢個文化。嗱，先例係好嘅，先例有佢存在嘅原因嘅。咁但係咧，我哋參考先例咧，唔可以變成盲目同埋墨守成規。有線新聞何婉儀報導。國安方面，李家超認為本港追求相對安全，希望聽日安全過今日。再由何婉儀報導。現屆政府成功為基本法23條立法，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加上港區國安法，社會秩序恢復，經濟得以發展，法治亦都得以捍衛。安全係一個我哋要堅守嘅嘢，但係發展先係我哋嘅最終目標。有好嘅安全環境，就先至有好嘅發展。我諗全世界都面對同一個問題。當大家係樣樣平靜咧，我哋嘅安全意識就一定會降低嘅。所以無論點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然其來，就等於我哋越開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係嘛？咁我都係會講啫，就係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國務院2月發表《香港維護國安實踐白皮書》，話香港唔追求絕對安全或者泛泛安全。李家超解釋，絕對安全並唔存在，會繼續教育市民掌握國安意識。大家都講緊係相對安全，大家都講緊，而家我哋國家係講緊共同安全同埋合作安全添。追求嘅絕對安全只可以追求啊！追求有咩問題呢？你會變成軍事競賽，你變成對立升級。所以我哋所講嘅係相對安全，即係話我今日唔安全呢，聽日要安全過今日。我哋建立嘅制度係一個防禦性嘅安全制度，我唔去侵犯人嘅。係但係人哋侵犯我嘅時候呢，我要保護自己啊！我要追究你責任。佢話呢4年間，本港最大嘅轉變係真正實踐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真正正實踐一國兩制嘅內涵。咁呢個大家睇到嘅嗰陣時，我哋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去年係回歸30週年，李家超話香港由治及興意義重大，到時亦都已經制定咗本港首份5年規劃，將會有重點宣傳同埋慶祝，亦都會延續優惠活動，已經交由政務司司長統籌部署。有線新聞何婉儀報導。美伊諒解備忘錄生效之後，美軍解除對伊朗嘅海上封鎖，過千萬桶石油已經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輸出。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話，同意未來面對面談判，唔代表接受敵人嘅立場。劉卓慧報導。美軍中央司令部話，按照總統特朗普指示，已經解除對伊朗所有海上封鎖，唔會阻礙商船進出伊朗港口，但艦隊仍然會喺嗰個地區附近駐守，確保伊朗遵守執行協議。美國話協議生效之後，星期3晚有超過1250萬桶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輸出。
伊朗喺協議入面承諾未來60日唔會向通過海峽嘅船收取費用。官媒話南部港口嘅航運已經恢復正常，但海峽仍然受到軍方監控，商船需要經過協調先至可以通行。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喺致人民嘅公開信入面話，佢本人原則上對諒解備忘錄持不同意見。由於總統佩澤希齊揚以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保維護伊朗人民同抵抗陣線嘅權利，所以批准簽署。但表明未來美伊嘅面對面談判唔代表要接受美方立場。特朗普發文期望中東地區所有國家遵守承諾，令到談判順利展開。副總統曼斯話，同伊朗談判最終協議嘅60日期限星期4開始。佢強硬回應以色列不滿美伊達成協議，話目前只有特朗普同情以色列，係佢哋唯一嘅盟友。以色列對黎巴嫩嘅軍事行動阻礙美伊談判，令到特朗普感到沮喪，敦促以色列尊重和平進程。不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明以軍唔會撤出黎巴嫩南部。有線新聞劉翠慧報道。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東南部有居民聲稱天降黑雨，未知係咪同早前煉油廠受襲有關。有汽車車頭蓋同埋車身滿布黑色點狀污跡，有路面積聚大片混濁黑色物質。有居民話淋雨之後發現衫上面沾滿黑點，又擔心頭部接觸石油之後可能會脫髮。烏克蘭早前大規模空襲俄羅斯嘅石油同軍事目標，當局否認出現混合石油嘅雨水，但就呼籲受影響嘅居民緊閉窗戶，小朋友、長者同埋氣喘患者應該盡快撤離。伊朗今年3月爆發戰鬥，石油設施受襲之後，亦都曾經出現黑雨。休息一陣，返嚟會報道。大澳舉行端午龍舟遊涌，龍舟首次穿梭2座新落成嘅橋。英國大曼徹斯特市長貝安德喺國會補選勝出，有資格喺工黨黨魁選舉入閘。我係有線新聞梁思涵。係好態度，小心睇熱啊！好態度就係好服務，兩手準備，態度完美，實在太 warm 啦，太興，太好味道，仲好態度。想全日都 keep 住清爽正似，全新 Rejoice 雙重植萃洗髮，茶樹油配搭紅石榴，溫和控油，48小時清新淨爽。Rejoice。Proof SIM Credit Card Nothing to Prove， 代實呢2張卡賺足8% 回贈就係咁簡單，即刻申請 SIM Credit Card， 自我為憑，無所不能。而家開卡仲有迎新驚喜。口腔問題不停出現，我用 Oral-B IO 專研小源頭，改善多種口腔問題，對抗牙菌膜、牙齦不適、牙黃，7天改善口腔健康，超越手動，實現2倍清潔力，全球牙醫 No.1 推薦 Oral-B IO。開刀呢一劃，劃分咗我嘅不同經歷，仲劃分你不同嘅免疫需要。Aptamil 白金版100% 受訪醫生推薦，給否腹產寶寶。問下醫生開刀 BB 嘅需要啦。手麻、腳痹、生活大亂，修復神經要趁早，即刻服用奈樂冰安。第一步幫助快速緩和，第2步幫助持久修護。奈樂冰安。頭髮就好似黑段絲綢，最怕就係疏、白、旱。全新日本50位激之膚活頭皮精華，1步換活濃、黑、滑，獨家 Hair Grow X 納米封存科技，精華直達毛囊核心，復活毛囊生命力，更蘊含8大珍稀成分，濃、黑、滑 All in One， 一瓶換髮逆齡 ，Never too early, never too late， 50位。千載傳承，傳承盛事，
擂鼓沸騰。盡情喝彩！6月19號至7月1號，跟隨節拍嚟尖沙咀海濱，投入2026香港國際龍舟節。進入人工智能世代，點樣裝備好下一代呢？請嚟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有你有得傾。星期六上午11點半開78。返嚟新聞時間。大澳舉行端午龍舟遊涌，龍舟首次穿梭2座新落成嘅橋。今年亦都係活動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5週年。顧振佳報導。大澳3大傳統漁業行會爬龍舟，拖住載有菩薩神像嘅小艇巡遊大澳水道，沿途化寶祈福。相傳100幾年前，大澳曾經出現瘟疫，漁民舉行龍舟遊涌，希望潔淨社區，驅除瘟疫。遊涌期間，2座新落成嘅橋鹽田橋同寶珠潭橋會升高打開，等負責搬運神像嘅龍舟通過。亦都有唔少市民同居民特登前嚟觀賞活動。因為有個親子活動，所以就順便一齊過嚟睇下。都好熱鬧嘅，小朋友都中意睇嘅。今次係第一次嚟嘅，我覺得個氣氛幾好，好似去嘉年華會咁。我哋以往都有去參加其他嘅比賽觀賞，咁都係一種抱住係嘉年華嘅精神去享受呢個節日。大澳呢度可以近距離欣賞龍舟比賽，亦都可以嚟呢度體驗一下，同我身後面嘅龍舟擺設打卡。有線新聞顧振佳報導。香港仔據說係本港最早有龍舟競渡嘅地區之一，今年特別加入搞鬼扮野王大賽，打破傳統。關曉琪報導。端午節爬龍舟，香港仔海濱公園330米賽道海上追逐。呢一個星期天氣一般，前一日更加一連2個黑雨，呢一日就有好轉。我唔擔心，我哋有太陽之子喺度得㗎啦。係啊，我哋睇晒天氣圖㗎。我哋準備咗成年嘅，就為咗端午節今日咧去奪得佳績。Cindy加油！據說香港仔係本港最先有龍舟競渡地區之一。今年新增搞鬼扮野王大賽，有海鮮又有生果一齊爬龍舟。七色彩虹飲食，因為我哋係南區地區康健中心，注重健康嘅，有啲嘢奶啦，有啲水果，有啲蔬菜啦，有啲魚啦，有啲肉啦，食多啲呢啲。南區咁我哋梗係揀翻海洋主題啦，因為即係呢度都比較多漁民同埋個海岸線啊各樣嘅嘢，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見到我哋全部都係精心打扮過。其實我哋都一直去即係練翻個團體合作性啊咁樣啦，梗係呢個比賽第2，友誼第1。一年一度地區盛事吸引唔少街坊。由細到大都睇嘅，之後柴灣都睇過，之前上個禮拜日都柴灣噶嘛，柴灣都有睇。The first time at Aberdeen. It's great.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like there's a lot of skill, and yeah, it's really fun to watch. 赤柱有國際龍舟錦標賽，185支嚟自世界各地隊伍，4000人參賽。唔使急，最緊要快，我哋個個都全力以赴。出盡晒所有力，多謝！覺得大家表現如何啊？哇，200%係嘛？想象得到。那你暫時覺得這邊怎麼樣？就是很有氛圍感，很熱鬧。北方人沒有看過龍舟比賽哦。就是來香港也是第一次看。哦，比想象中的要更熱情一點，整體感覺很棒。赤柱嘅賽事由沙灘對開舉行，龍舟由沙灘出發之餘，唔少觀眾好似我一樣，除鞋濕濕腳，近距離觀賞龍舟之餘，亦都可以浸下龍舟水。有線新聞關曉琪報導。政府發表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話：過去貧窮線為基礎作出支援，未能夠幫助最有需要嘅市民。又強調唔應該經常標籤弱勢社群為貧窮。黃展熙報導。
本屆政府強調精準扶貧，識別出劏房戶、全長者戶同埋單親家庭做重點幫扶群組。啱啱出爐嘅第一份成果報告唔再定義貧窮同埋公佈貧窮線。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話：過去做法唔能夠有效識別社會上需要幫助嘅人群。其實佢冇金錢資助嘅好大需要啦，但其實佢有困難嘅。其實過去用貧窮線嚟計咧，你完全揾唔到佢嘅，見到嘅只係一個好比較冰冷啲嘅統計嘅一個數據。而家我哋就想，不如就我哋活生生啦，有血有肉，對住有需要嘅群組去做。針對3個精準幫扶嘅群組，當局提出社區客廳、共創明天等項目。孫玉菡被問到點樣評估成效，最緊要咧，未必係你要成日要標籤佢貧窮。其實佢難。你諗下，譬如你係一個獨居長者，其實你冇辦法令佢脫離獨居長者呢個系列㗎嘛，因為佢本身年紀大咗，佢係獨居。但係你可以令佢生活好一啲，令佢如果發生事情嘅時候咧，及早有人幫佢。社會已經發展呢個階段啦，你唔係乜嘢都可以用錢嚟衡量嘅。政府考慮新增一個幫扶群組。孫玉菡話：目前照顧者需要最受關注，會根據社會發展等全面向審視係咪提供支援。至於會唔會以多面向分析框架同埋21項指標設立評分篩選機制，佢話未必要咁樣硬性處理，強調要多維度觀察再決定。至於俾社福界配對商界資源嘅平台，預計年底會公佈更多細節。有線新聞黃展熙報導。英國大曼徹斯特市長貝安德喺國會補選勝出，佢被視為挑戰首相施紀賢嘅最有力人選。當選國會議員後，有資格喺工黨黨魁選舉入閘。施紀賢祝賀貝安德當選，話選民選擇咗希望同樂觀，拒絕分裂同仇恨。陳子君報導。And I do hereby declare that Andy Burnham is duly elected. Thank you. 工黨嘅貝安德喺大曼徹斯特梅克菲爾德選區嘅國會議員補選勝出，佢得票54%，領先極右改革黨嘅主要對手超過9000票。佢喺勝利演說話，工黨喺上個月嘅地方選舉慘敗，反映出選民求變嘅呼聲，形容工黨只係剩低最後機會改變。Everyone knows that politics isn't working. Everyone can feel that the country isn't where it should be. Tonight just could, be the turning point. From here on, I will give everything I have got to make it so, to ensure the name Makerfield is forever synonymous with bringing about the change this country needs, bringing back something we've lost, hope for the future. 貝安德嘅貼地形象同出任大曼徹斯特市長9年嘅政績，令佢喺工黨內部支持度高，被視為挑戰施紀賢領導嘅最有力人選。但由於佢本身並唔係國會議員，冇資格角逐工黨黨魁，為咗俾貝安德入閘，梅克菲爾德國會議員西蒙斯上個月辭職，觸發今次補選。施紀賢較早前重申唔會主動落台，希望貝安德加入佢嘅政府。He's been a fantastic mayor in Manchester, and if he comes back into Parliament, I hope he wins in the by-election. He'll be a fantastic asset for our party and for the country. 同樣想對施紀賢逼宮嘅前衛生大臣施卓添早前亦都揚言，喺貝安德晉身國會之後發起黨魁選舉。有線新聞陳子君報導。冬奧3金得主谷愛凌訪港，希望4年後再戰奧運。